西藏山南市龙子县创造出了世界上最大连片沙棘林，打造沙棘林产业，带领当地村民致富增收。敬请收看本期《跟我学藏语之世界最大连片沙棘林》。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大家好，跟我学藏语节目又和大家见面了。哎，王山，你记得吗？党的19大报告提出，必须树立和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当然记得了。绿水青山既要求优良的环境质量，也需要生态健康的保障。生态文明建设功在当代，利在千秋。建设生态文明是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千年大计。我们西藏人民也在不断践行这一理念。西藏山南的龙子县当地干部群众几十年如一日的接续奋斗，在河谷中成功地栽种了绵延几十公里的沙棘树，创造了高原上的绿色奇迹。是的，没错。2019年，龙子县被确定为全国第3批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实践创新基地。那么今天就让咱们跟随故事的主人公，一起去了解龙子河谷沙棘林的历史。你好，我是县林业局的工作人员，刚调到龙子县，你叫我小艾就好了。你好，小艾。你好，您今天过来是需要我帮什么吗？我是想来了解一下咱们龙子县的沙棘林。我们龙子县的人工种植连片沙棘林啊，是世界上最大的。是，我们领导也给我讲过。所以今天就想来亲眼看看沙棘林，顺便了解一下咱们种植沙棘林的经历。那我先给你介绍一下一些重点的基本情况。2019年的9月，我们的人工沙棘林带被认证为世界上最大的人工种植连片沙棘林。您看，这个是世界认证记录机构给我发的认证书但是一个复印件，我们的原件呢在那个档案馆里面。2005年呢还配备了专人看护。2012年我们的人工沙棘林带被认证为国家公益林，受到重点保护这样吧，我们现在去实地看一下，然后我们边看边谈。那太好了，好吧，走，走。好。哇，这拉车拿车忙个啦！哎，小艾，你还会讲藏语啊？是啊，这是我们的工作需要嘛。我们经常下基层跟群众们交流，所以就跟同事们学了一点藏语。挺厉害的，我就佩服你们这些年轻人的那股努力的劲儿。没有，但是我讲的不太标准，您能不能帮我纠正一下呀？可以啊，沙棘林呢叫拉车拿车。拉车拿车。是的，很好，好，你看，这一片沙棘林种植面积有50.3平方千米。这里没有种植沙棘林之前是什么样的情况呢？没有种植沙棘林之前当时这一片呢是荒漠化很严重的，风沙很大，人和人之间呢隔个2-3米就看不清对方的脸。这么严重啊？是啊，家里的桌子刚擦没多久，桌子上面又会落一层灰的。真的很难想象，20世纪60年代，这里还是天气恶劣、被风沙包围之地，现在已然是一座绿色长城了。你说的很对，沙棘林的成功种植改善当地农牧民群众的生产生活条件，对这一片的小气候也起到了调节的作用。空出点哪送我的呗？是的，发音有点不准。护林员叫能送我能送我。咱们过去跟他们打个招呼吧。好嘞。小艾，是那拉杰爷爷啊？是当年就是种植这些沙棘林的时候参与过的。爷爷，这个地方以前是什么样子的呢？这沙棘林我用前现在多长前来看的多少万是。你那现在新浪当这刚起的拖没完路的呢，都在公园推出了，他会地的，
俺这都是来钱，都是各种到山前面的，前头面的，前那太老家，你都全都掉鉴定都是对吧？把上去的把的都是看龙就个鉴定啥个就把。那他这家下就我家就要求的吧。爷爷，种这个沙棘树它有什么讲究吗？你基本上他们都就干采集就完了，采集，你送干热做啊。你送的干热。那爷爷，像这个沙棘树长成这么大，需要多少年呀？老一小的就拿地这家吧。哎，他们怎么在那里砍树啊？那是村民们在修剪树枝，过于密集的树枝也不利于沙棘树的生长。修剪下的树枝还可以当柴火，生命力很强的，长得也快。沙棘果可以入藏药，然后也可以售卖的。2019年龙子县对外售卖了沙棘苗、还有丝草、沙棘果等，总收入呢超过了100万余人民币。哇，那大家真的是吃上生态饭了呀！环境好了，口袋鼓了，比啥都好。前人栽树，后人乘凉。现在的陇资人民啊，真的应该感谢我们的前辈，为我们带来了这么好的生态财富。对，那个在我办公室里面有那个沙棘林种植的更详细的一些资料我们一会儿过后慢慢的细谈吧。好，偷气切。这句藏语讲的可以啊，偷气切。那我们走吧。好，走吧。好。好了，你修看完短片，我们了解到，曾经龙子河谷是黄沙遮天日、飞鸟无溪树的盐碱河滩地。如今这里有着世界上最大的人工种植的连片沙棘林。从上世纪60年代起，历经3代人，近60年的艰苦卓绝的奋斗和接续努力，山南市龙子县人民创造了河谷荒滩变绿洲的人间奇迹，缔造了广为流传的沙棘传奇。没错。近年来，龙子县坚持实施生态立县战略，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带领全县干部群众积极参与，义务植树，加大草场林地的保护力度，在龙子河谷成功种植了绵延40余公里、面积50.33平方千米的人工沙棘林。是的，没错。那么说到这儿，沙棘林用藏语该怎么说呢？我们请索次教大家。好的，请大家跟我一起来学一下。沙棘林，拉切的哪菜？沙棘林，拉切的哪菜？沙棘林，拉切的哪菜？让我们通过短片加深一下印象。沙棘林呢叫拉切纳菜。拉切纳菜。是的。龙子县沙棘的种植为当地农民提供了一项新的经济来源，带动农民增收致富，助力乡村振兴。通过沙棘果的采摘和加工等过程，创造了大量的就业机会，让群众享受到了生态红利。同时呢，也为当地的经济发展做出了极大的贡献。是的，没错。短片中我们也了解到了沙棘林种植还提供了护林员工作岗位。那么说到这护林员，用藏语该怎么说呢？请大家跟我一起来学一下。护林员，能送我。护林员，能送我。护林员，能送我。让我们通过短片加深印象。护林员叫能送我。能送我。对。短片中的小爱通过索朗拉杰爷爷介绍，了解到许多沙棘林的种植知识。这些信息对于小爱来说非常有用，能帮助他更好地掌握沙棘种植的实践经验。是的，没错。在他们的交谈中，小爱也使用了“非常感谢”这一词来表示心情。那么，非常感谢用藏语该怎么说呢？请大家跟我一起来学一下。非常感谢，突击起。非常感谢，突击起。非常感，突击起。让我们通过短片加深一下印象。偷气切。这句藏语讲的可以啊，突击切。
观众朋友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跟我学藏语，轻松生活行。我谈念图表给讲，那我就别念图着。观众朋友们，我们下期再见。什么理解？我那就是这样。近年来，山南市龙子县镍熊奶牛养殖基地以绿色理念推动养殖产业的发展思路，大力发展奶牛养殖产业，拓宽群众增收路，促进乡村振兴。敬请收看下期《跟我学藏语》节目之奶牛养殖发展之路。